it to Korea. Lin Dan comes over, and his referee is asking Lin Dan to continue. And Li Mao probably. 喺2008年，情緒失控嘅林丹大鬧韓國公開賽嘅賽場，佢企圖襲擊韓國隊嘅教練，並引發中國同埋韓國隊之間嘅肢體衝突。呢場衝突成為當時羽毛球界轟動一時嘅新聞，唔單止暴露韓國體育界嘅黑暗面，更揭露咗中國隊之間嘅恩怨。係咁，成件事件係點發生嘅呢？真正令林丹失控嘅原因又係啲咩呢？就等我哋還原當年嘅事發經過。踏入2008年初，隨住北京奧運嘅臨近，頂尖選手為爭取奧運積分展開競爭。嚟到世界羽聯超級系列賽嘅第二站，韓國公開賽。當時世界第一嘅林丹決賽對陣東道主李元一，係雙方接近2年之後嘅再次交鋒。喺比賽首局，林丹只係用咗11分鐘，並以壓倒性嘅比分21-4輕鬆拿下。真係有佢嘅實力所在㗎。比賽嘅走勢看似偏向林丹，但係從第二局開始，情況變得有所唔同。李元一喺調整狀態之後，一度大幅領先林丹。雙方展開激烈嘅追分戰，就喺雙方打得難分難解之際，林丹遭遇3番4次嘅爭議性判決。嗱，呢球林丹呢個個睇到應該，咁啊見到李元一都係打得比較穩定啦呢段時間。呢球波好似有少少。好幾個比較明顯嘅界外球被韓國施善元判以界內，令林丹難掩不滿，多次向裁判抗議。而捷克籍嘅主裁判經過個人判斷之後，連續3次改判施善元嘅決定。嗱，呢球林丹個反應真係冇辦法，佢咁大，先至令事件冇進一步升溫。喺比賽進行咗超過1個鐘頭，雙方喺決勝局打到21平手嘅刁時階段，施善元嘅再一次誤判成為咗今次事件嘅導火線。變咗而家形勢，大家又拉平翻啊！見到林丹係搶波，嗱咁啊呢一球有。李元一個比較明顯嘅界外球被施善元判為界內，林丹再次向裁判抗議，同之前嘅情況唔同，可能礙於裁判位置嘅視線盲點或者韓國主場壓力，裁判今次並冇選擇改判，而係直接將比分判俾李元一。林丹情緒明顯非常激動，但係真正令佢失控嘅其實另有原因。喺林丹衝上網前同李元一理論嘅同時，韓國隊嘅主教練李茅從教練席企起身，對住林丹大聲叫囂。在這個理論的中間呢，李茅已蹭就從凳子上站起來了，而且往前面跨了2步以後，用他的手指着林丹，在又吼又叫的，完全就是一種沒有理智了那種感覺。林丹喺賽後採訪中提到，當時李茅教練衝住自己大嗌：前面都已經判咗俾你啦，憑咩要再判俾你呢？聽到呢句說話，令林丹積累已久嘅怒火徹底爆發。從現場另一個角度睇，情緒激動嘅林丹將球拍向住韓國教練席掉去，緊接住行出賽場同李茅教練對質。而中國隊嘅教練中波見狀亦都上前，試圖制止李茅嘅指罵，反被李茅用力推開，雙方頓時互相推撞，場面一度陷入混亂。直到比賽裁判上前介入，先將雙方人員拉開。儘管成功隔開雙方嘅教練，但係李茅仍然表現激進，再次觸發林丹嘅情緒。And our referee is asking Lin Dan to continue. And Li Mao probably had a word to say there. Wow, this is sensational stuff. I tell you what, it's a first time for everyone.
林丹企圖用球拍攻擊李茅，好彩裁判同埋相關人員上前制止，先至勉強平息咗呢場瀕臨失控嘅衝突。而整個衝突過程持續大約3分鐘。作為韓國教練嘅李茅，點解會對中國隊顯得特別有惡意呢？原來呢場衝突嘅背後暗藏住一段陳年舊怨。事實上，同林丹發生衝突嘅李茅教練曾經係中國羽毛球隊嘅核心人物。作為前中國男單主教練，李茅嘅執教能力同埋戰績顯赫，帶領住中國隊喺1995年首次捧起蘇迪曼杯。然而，佢同當時嘅中國總教練李永波因為權力鬥爭發生激烈嘅矛盾，最終聯同多位教練喺1998年集體辭職。離開中國隊之後，李茅轉戰馬來西亞、韓國等多國繼續執教，並培養出好似李宗偉、李元一等等嘅世界頂尖選手，同時亦都令佢同李永波率領下嘅中國隊關係日益惡化。呢段恩怨史多年嚟一直難以化解，而李茅喺場上針對中國隊嘅激烈言論同埋行為，則被林丹解讀為吃裏扒外，直指李茅偏頗韓國隊。他沒有講說直接的是說，可能說直接的在罵我，但是他的表達出他那個情緒，就是要跟中國隊對抗。當時在場的還有一個韓國教練，包括李宣義，他們都沒有那麼激動。說你在韓國執教，但是你歸根結底你還是一個中國人，那種情緒，我覺得讓我覺得很，當時一下就特別的很不高興。喺衝突平息之後，裁判向林丹出示一張黃牌。咁樣嘅處罰引起唔少人質疑，林丹掉拍、企圖襲擊教練等嘅舉動，單一張黃牌會唔會太輕微呢？以林丹嘅極端行為，裁判係絕對有理由直接出示紅牌，而導致佢間接輸咗呢場比賽。或者係考慮到林丹嘅失控情有可原，裁判最終選擇從輕發落。最終林丹喺決勝局以23比25飲恨敗北。喺李元一準備同林丹握手致意嘅時候，李茅突然上前拉開李元一，隨後同佢擊掌，以呢種方式當面嘲諷林丹。球場上嘅衝突雖然告一段落，但係呢場風波從場內延伸到去場外，雙方各執一詞，為邊個應該為事件負責而隔空爭執。中國隊嘅總教練李永波喺事後力撐林丹，並拒絕道歉，指責李茅挑釁在先，更加揚言李茅冇可能再返去中國隊執教。對於挑釁林丹嘅指控，李茅大力否認，並嚴厲批評林丹係最冇教養、比賽道德嘅選手，同時向世界羽聯遞交報告，要求徹查事件。事實上，喺韓國賽場出現嘅嚴重風波並唔係第一次。早喺2002年嘅釜山亞運會，印尼名將陶菲克同樣因為遭受韓國隊嘅多次誤判，聯同整個印尼隊憤而罷賽，成為當時嘅熱話。而呢場衝突仍令世界羽聯正視誤判帶來嘅後果，開始考慮借鑑網球同埋板球等嘅技術，間接促成鷹眼挑戰系統喺2014年嘅引入。而被當時韓國媒體譽為韓國金牌希望嘅李元一，喺其後同林丹嘅8次交鋒中，再冇過一場勝仗。